就是他不让我们看呢，他非得找钱医生呢。找个人是不是先跟他说一下，万一是安宁？对我先跟他讲了。怎么的了？啊，医生给你感冒。哎。因为我4月份也是肺部感染，就住的那个什么风湿科。对。风湿科呢，主要还是以肺部感染治疗。然后呢，他说是隐藏性的肺结核。就開了一盒那個什麼肺結核的藥，但是我沒吃。今天上午又跟這個管腸的醫生又說了，不要又把我做結核治啊！我說沒有結核，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給我精神上受造成一個衝擊啊？這個病人之前在我們醫院的診斷是一個潛伏性的結核，因為他在我們醫院的 T-spot 檢查是陽性的，像他這樣的病人呢，我們是需要規律服用抗結核藥物半年到1年的時間，如果沒有服藥的話，可能會導致患者體內的一個結核分支桿菌的活動，累積到各個臟器，比如說小腸啊、脊柱啊，當然最多的可能還是肺。如果患者變成了一個活動性的肺結核，相較於潛伏性結核的患者來說呢，可能會出現傳染性，並且會出現呼吸系統的一些症狀，比如說咳嗽、咳痰啊、呼吸困難啊，然後還會出現全身症狀，比如說乏力啊、盜汗啊之類的。我們呼吸科肺部感染的原因啊，就是肺部有感染，病灶在肺部的病變，篩查結核是常規的，這個是一個流程而已啊。你就是說我有沒有你都要檢查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對，因為你現在是一個肺部感染的症狀進來的啊，而且你的病灶肯定看着是不排除結核的情況。這就有可能會得肺結核嗎？不是確定啊，就是不確定啊，確定我還查什麼呢？就是說每一個人只要進入你這個科室，那不是那個意思啊。我們有睡眠的病人，就是晚上打鼾的病人，我肯定不得給他做，100%啊，既是對病人負責，也是對病人的病友負責啊，好吧？如果說這個結果是陰性的，如果說你的抽血結果陽性，他是報的是陽性。等一下我看一下 ，T-spot 陽性，可以診斷結核感染。好，這個是秦教授說的啊。秦教授說啊？秦教授說的是。那我把這個情況跟他說一下。對，他今天下午會回來，好吧？啊，您再跟他反映這個情況。啊，我剛才跟您解釋了，您也可以找他確認，即使您沒有這個情況啊。你肺部有感染，影像學像結核，那肯定會給你再篩查啊。如果說篩查沒有就沒有，篩查有的話再說。至於風濕科和那個醫院的分歧，再問秦教授，好不好？好，行。